水係人類生命之源，水塘提供充足嘅食水，更加係年長同埋退休人士生活必不可少嘅生活元素。相信大家都唔會否認。返到屋企，千里迢地嘅水源直駁到你屋企。一打開個水龍頭，你要幾多有幾多，你可以固定佢嘅流量，甚至可以控制佢嘅大小。就從你打開個水龍頭第一刻開始，直至到你百年歸老，都一定不會停止供應添。做完運動一定要飲翻啲水先，否則嘅話咧，做幾多運動都冇用嚇。咁有位朋友咧就問我，究竟供完呢個單位有啲咩好處啊？好處就多咯，供完呢個單位入邊嘅水長時間有得用，你中意飲幾多水啦，每次用水用幾多啦，幾時用水啦，都係完全你話事嘅。咁有一天你離開咗呢個單位啦，到你下一代用呢個單位啦，佢哋可以完全都係話晒事，一代傳一代。所以供滿呢個單位有得用呢個單位嘅自來水係有莫大嘅好處嘅。咁鏡頭前你哋咧就會問我點解離晒題嘅咧？同你平時講啲策劃理財有啲退休安老有啲咩關係咧？其實唔知各位能唔能夠聽得出我講嘅題目已經係講緊一種嘅理財產品，就係年金啦。年金嘅好處就係當你係辛苦地喺你嘅年輕嘅時候供咗一段時間啦，跟住你唔需要再擔憂究竟出面個市有升升跌跌，你去做工作之餘咧有幾辛苦啦。咁但係咧去到你停止工作冇收入嘅時候咧，呢個年金咧就會俾到你一啲穩定嘅收入。不論外邊風雨有幾大，又或者有啲咩嘅股市升跌啊，甚至乎有啲咩嘅投資失誤都好，年金咧都會穩定地俾你嘅。直至到你攞年金嘅有一天咧唔喺度，你嘅下一代咧都可以繼承你嘅餘下嘅年金嘅。咁所以知道供完呢個樓嘅好處嘅話，其實年金都係一模一樣㗎。咁如果你有啲咩唔明，又或者想討論嘅，喺留言區留言，我哋繼續討論啦。